近年租金不斷上升，唔少業主都想趁機入市買樓收租，諗住收租賺取被動收入。點知遇上欠租租客，收唔到租金之餘，就連自己個單位都入唔返去。我喺今年年頭買咗個全新嘅單位，諗住放租嘅。上網好快就揾到租客傾㗎啦，佢話佢返 office 嘅。咁你有冇問佢攞啲工作證明、入息證明睇下，佢有冇啲咩反應啊？我問佢有冇卡片，佢隔咗2日都有 send 俾我嘅，但係我就冇再深究係咪真嘅啦。唉，咁我見佢都好似幾正常，咪同佢簽租約租俾佢咯。頭2個月佢都有準時交租㗎，點知第3個月就開始收唔到租金啦。租客喺第3個月開始用盡各種藉口唔交租，一時話去咗旅行，一時又被公司扣糧。吓？冇錢交租，但又有錢去旅行，究竟邊句先係真？業主等下又等，結果租客足足拖咗3個月都冇交過租啊！我哋嘗試打電話俾租客，但係佢唔聽啊！我哋又根據租客提供嘅卡片去佢聲稱嘅工作地點揾佢，但係原來個地址根本就唔存在。唉，我已經冇晒辦法啦！上去攤位聽到入邊咧係有電視聲嘅，有佢講嘢嘅把聲㗎。但我無論點拍門，佢都唔開門俾我。唉，下一步可能就要斷佢水電趕走佢啦。其實業主遇到咁嘅情況，應該要點處理？強行開門或者斷水斷電趕走租客，又會有咩問題呢？如果呢啲情況咧，業主強行咁將租客嗰個單位嘅門打開啦，或者強行咁入屋啦，甚至截水截電咧，其實呢個我哋都唔建議嘅，因為呢啲都有機會負上刑事責任嘅。咁我哋都建議翻咧，喺呢啲情況遇到租霸嘅時候啦，業主應該用翻正常嘅法律程序去處理嘅。咁一般法律程序咧，我哋可以去土地審裁處申請一個叫做收樓令狀啦。第一個條件就需要有一個有效嘅租約，有效嘅租約即係打咗離隱嘅租約啦。因為如果冇打離隱嘅租約，法庭有機會唔接納你嘅申請嘅。咁第2步啦，當你有呢個離隱嘅租約嘅副本之後啦，去法庭需要去提交一啲文件，去申請呢個收樓令狀啦。同時要提交翻你個身份證副本啦，同埋欠租嘅資料。當你入紙申請咗之後啦，法庭會出一個通知書，需要去翻呢個出租嘅單位裏邊咧個門口張貼連續3日嘅。連續3日貼完之後，亦都需要去法庭做翻一啲宣誓嘅申請嘅。當申請完成咗呢一部分之後啦，法庭就會視乎翻你嘅通知書啦，你提交嘅文件啦，睇下租客有冇反對啦。如果冇反對嘅情況下，法庭就會作出一個判令。如果有反對嘅情況下，亦都需要再排期作聆訊嘅。當法庭咧收到晒所有文件，甚至作出咗判令之後咧，其實個程序都未完嘅，咁亦都需要同呢個執達吏去安排收樓嘅。咁執達吏亦都會視乎翻佢嗰個排期啦、時間啦，約時間上翻個單位，通知個租客要遷出，直到最後可能需要破門去收翻個單位。咁個時間都大概需要4至5個月，甚至更長嘅時間嘅。身為業主嘅你要留意啦，萬一遇到欠租租客，就盡快申請收樓，保障自己啦。